整體樂表題6代田園學院合唱團，1代客家鄉親客家情，一個星期天嘅主日學了哈，一場客家音樂布道會，一次聚集台灣各方的客家人歡聚在一堂，由南到北到東部的鳳林客家慢活小鎮，接着濃濃的客家情的樂音與天籟之聲，串起客家人的福氣。今日鳳林長老教會一場例行的主日禮拜，在夏日美麗的清晨中，用傳頌上帝天父的樂音，組構成一場天籟的饗宴。好多的客家人，以及好多的各个族群，归属于天父的弟兄姐妹们，欢聚在一堂，崇耀天父。感谢万能的主，让客家、闽南、外省、原住民等所有的族群、所有的信徒，认主归宗，真喜乐，大家一起回家，回到旷野，来到迦南美地，领受神的祝福。一个客家在台湾南方的6堆地方，一团名为天恩客家合唱团的客家乡亲，带来了他们的客家情，用乐音、琴声伴合着歌声，唱出对天父的爱颂，对客家的眷恋，把主的奇异恩典歌颂这 What a Wonderful World 献给凤林这块慢活的客家小镇。一个美好的夏日清晨，也是客家乡亲碰撞，一场用乐音赞美天父的主日学，一堆上帝的子民，许大家一个难以忘怀的相聚。谢谢。微笑。要按赞啊！这个 FB 是凤林文史，因为我退休下来，我一直在把自己凤林的地方记录下来，因为这个因为在传统学术来讲，这是一种大众史学，我们希望说用在地人的想法，把在地的故事写下来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上凤林文物史的 FB， 上凤林文史，凤林文史 FB 可以去赞，对，凤林文物史。让它活下去，不要死了哈。这个凤林文史。凤林文史。平英老师知道吧？因为他，对，我知道他跟我在这边讯息联系的。对，我就是跑去你那边站，我就说关键字啊。对。OK， 我再讲校长孟光长的故事给大家。好。100多个吗？116的。116哦，哇！那我们来这边可能有一点梦想。116个部。可能当校长。大家跟他走来。走。来跟着导览。那这样好不好哈？因为大家应该席地而坐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不好坐的长者，我有高背。我等一下那个没有赖吗？对，没关系，席地而坐，没关系。赖等一下我才好，长老娘坐。长老娘。长老娘坐了。凤爪追胎。当什么安尼了就客家乡亲吼，案件的所在就到凤林。虽然俺要高土，俺要新土，不过我对凤林所有的朋友，还有安尼教会所有的朋友，我感觉同属实吼，因为俺出现过两位，已经有60年左右了。3年班前或4年退休或4年，都在工作做都已必须退休的。退休了呢，我都在协会那个董事、上班界董事老了退休的教授，伊就公务员教师，我就主持一个协会，很多凤林文史工作协会。退休下来，简单嘅历史作了教授。那个拿过来，打字给他打开来哈，标告状。不，打开。刚刚那横的叫。就停在那边。你看那边对。标告状就做2斤嘛，就做2斤搞出来。
就讲了社会迄硬艺术，然后伫体术中啊，攀起落来。为着安尼了教状猛工厂，安尼丰林镇的客家文物馆，了着较贵的费用，施工，还有所有的参与了社会工作的所有的客家乡亲去共演吼，伊险硬我接下来，接落3面空的，要讲退休退休时间差不多，我接落个印翻去啊。虽然讲渐渐的做，慢慢的做，不过吃到做好了，也去到那边他家这个老路用上的，不过安尼感觉讲也唔满足，迄种东西无法度满足的东西，迄种各位对铁蛋的阿爸听了，无可能满足的东西，对他的爱是对我自己奉献的地方的爱，我永远是不会的。我讲台的话，现在今日了在讲，讲了故事，讲出重要的于牧师做哈。于牧师，电话过来，你电话过来。你有跟他讲吗？早上他正道的时候有提到一个人物，钟庆良先生。钟庆良先生迄了风景告状，受由告状出神，老培养按罗告状，最关键改变的，伊行作扶强，伊去咧，伊安威神咧，伊向阿求的带文干，带告状，也行作扶强的，行作扶强的，也肩负管沙，喺民国1929年，1929年，日本人作为管沙，企业管沙，官司，讲这个都可以 OK 吧 ？OK。OK 哈，1929年企业管沙，喺丰林了日本时代，日本公务员待管沙。1945年，二次大战结束，日本人转移日本，强迫遣返。钟庆良先生看到丰林地区某一间储藏好风了了，休山之地的特殊。该当时来讲法联间暗藏的素材，对法联司到今日下用于证，要当作素材将有储藏。故说钟庆良先生呢，就为了丰林的子弟，伊到国民政府新建一间储藏都了丰林。都该开始1945年开始，第二间管沙就编做丰林告状，丰林国储藏告状的所杀。丰林储藏设立后，当多当优秀的客家子弟，你知嘛？客家子弟从文、金丝、金田、车梯，客家人的传统，忠诚、忠诚、好字、两天师、特殊、钢铁。我都带了6代人，刘家宗祠那个写得很清楚。不管样嘞，客家只能延续客家史书的传统。钟庆良先生弘扬了客家子弟12岁，继续特殊的技艺。没想到3年后，自从一毕业后，也着客家前批，有上个特殊的，大体咧，甲当时就无夹晒的，读高中，读书。考教，拢我去到法联，去到法联对了着带到丰林了着客家乡亲来讲，迄真太负担。当时来讲，复查无法度统查，丰林一边复查虽然短的去到法联40公里不多，复查到日蛮早就3点钟就下，那有可能？对唔对？你要去到法联带学了，不卡负担，甚至有负担唔起，到好多咩好在当时。按伊示范教育个之内的，做起迄示范学校，前边已经是示范学校，初中毕业去读示范学校，读3年，读高中毕业去做教书。读示范学校来讲，运费有得人用钱，出得丰年。故说呢，了着丰年的了着4太年，遇到7家子弟个。你要读书就一条路去读师范，读师范呢，俺就唔是办法。你要读开呢，冇，你转来不加钢铁去。故说丰林当多优秀的子弟就谈上了着师范的路行。
就一胎传一胎，传到地方的全部佛教家学。咩重要？风林古非常非常多。甲当时法典史纲来讲，两胎系统，一个系统风林系统，咱迄个系统六堆是。当都南区六堆的乡亲就来靠师范学校，然后推动师范，当都非常多。啊，古早掠着，甲拢是脱掠师范学校甲甲着怎啊？哦，变做客家佛教用的。真紧哦，真紧。古早就一胎传一胎就下落，不管男哦，都每期来讲，哦，西妹的，哦，国家师范院要显啊，迄每个你就读书了，要叫咱老去讲，行商了师范了古早就一胎传一胎，一胎传一胎，甲跟告状肃杀呢，要填在四胎，印到印不得。啊，你除啊，民国57年后，国民政府开始后，当初告状要论调啦，一论调拢去摆咧就要告状，法律就无迄个对条年代啦。咱咪本肃杀木错诶，等下国会吼，下面就看下木错肃杀都 out 咧，out 喺民国72年，吼，啊就你建议。文件会，然后了跟告状肃杀的形象就变做提防法官，哎，啊，古早了跟高工厂迄由来迄安尼，毋过了故事非常的深，啊，呛到各位，名个后场风林告状蒙红草，伊倒来告状蒙结工厂，也告状结蒙工厂。迄告状蒙加工厂，也告状加蒙工厂。告状第二个，看他的字。告状蒙加工厂，你有眼光。毋过我了搞去撞诶，还得当时形成的故事的背景，写假发的故事。你哦，政治经费啊，可以从哪部去招？哦，写假发做建筑。